郭玲麗議員。唔該晒主席，咁我跟翻頭先朱國強議員嘅一個問題啦，咁佢哋都講啊，就話喂，如果你轉咗做一啲嘅津貼嘅時候，咁驚唔驚即係影響咗即係佢可能一啲嘅吸引力啊，或者因為冇啲津貼啊，或者成咁，但係咧我又覺得我自己所收翻嚟嘅消息咧，其實大家基本上普遍都支持嘅，因為真係嘅靈活度多咗，同埋咧就俾翻學校咧一個嘅彈性，佢哋去處理，甚至我又想問一問翻個局長。就住個津貼入邊嚟講，因為你哋啱啱都俾咗20萬出嚟咧，係做一啲嘅英語嗰啲計劃。咁你都知道，如果譬如20萬，其實真係，如果真係要做一啲嘢咧，又可能未必太多。咁我又可唔可以 combine 埋呢啲咧，去一齊做咧？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如果我哋翻轉頭嗱，我已經揀咗咧呢一個嘅津貼啦，但係我又發現學校原來去到後期，可能都係覺得，咦唔係喎，可能砌翻個 net 好啲喎。咁會唔會都可以俾佢哋翻轉頭選擇翻去有個 net 咧，即係呢度會唔會有個靈活性同埋個彈性喺度啦？咁第三樣嘢咧就係我想問一問，如果你哋呢一個津貼，你哋會唔會其實一路睇翻咧我哋嗰個嘅英語環境？因為當時候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嘅原意咧其實 net teacher 咧就係希望咧製造翻嗰個語言環境。頭先陸議員都有提過呢一樣嘢。咁但係好相信，如果你轉到津貼咧，亦都其實我哋而家當然啦，我哋即係香港都有好多好好嘅一啲嘅英文嘅教學人員。咁佢哋會請多咗我哋本地人，可能會教英語嘅時候，即係用咗呢個津貼，會唔會影響咗一個嘅英語嘅環境呢？咁呢個呢，你哋會唔會喺之後會幾耐到會做翻個檢視，然後跟住睇翻啲學校嘅反應係點呢？唔該晒主席。係局長。係好，主席。第一呢，就係話嗰個津貼呢，其實係可以同我哋嗰個20萬嗰個英語嗰個提升計劃嘅津貼係一筆過嗰個呢係合，即係正如我頭先講，可以整合去運用嘅。咁所以呢，就令到呢，譬如英文喺嗰個相關嘅活動係更加多元啦，或者係有組成一個英語教學嘅強大啲嘅團隊，然之後通過呢個合作去提高整體學校個英文教學嘅水平同埋呢個英語嘅環境。第二呢，就係如果學校要轉翻呢一個咩呢，亦都係可以，不過就係以學年嚟計呢，即係唔可以中間轉軚。咁呢，就係話你今年係揀咗，你就可以即係其實係存在可以俾佢揀，繼續保留翻原有嘅方案，還是係用呢個新嘅轉為津貼嘅。第三呢，就係話嗰個語境即係轉咗之後呢，或者係而家我哋呢個轉咗津貼之後，會唔會係請咗本地人？唔會嘅，因為呢個都係請非母語嘅即係以英語為母語嘅呢一個老師，不過呢，就係冇嗰個即係都係個資歷要求啦，或者係嗰個彈性呢係會比較大啲。咁呢個就嗰個，但係佢要係非以英語為母語嘅人先至得。咁我哋會見到其實而家好多係以英語為母語嘅家庭，其實喺香港嘅。咁我哋都希望係可以吸納多一啲呢一啲嘅即係人才，可以讓佢哋呢係有機會呢喺香港亦都參與呢個英語語境嘅創設。唔該，主席。好，唔好意思啊，主席有少少追問，因為你頭先講到啦，就係都係俾翻啲以英語為母語嘅教師。咁好似你所講嘅，有一啲譬如可能喺屋企嘅，可能第2代、第3代啦。咁其實佢兩種嘅語言都可能係母語，或者有一啲其實已經去咗海外，可能10幾年讀書，翻嚟我哋香港嘅，可能係香港人。咁佢哋呢啲亦都可唔可以算係一個嘅叫做以英語為母語嘅一啲嘅資格，然後跟住係可以有呢啲津貼聘請啦？其實嗱，呢個以英語為母語呢，我哋就唔係以佢個國籍嚟計算嘅，就係以佢真係確實呢，佢自己係即係去到呢個母語呢個水平嚟到去計算。咁所以呢，唔係存在計佢離開咗香港幾多年啊呢個咁樣嘅方法。唔該，主席。